大家好，又係我香港置業 Ling Lam 啊！咁今日嘅天氣好舒服啊！我嚟到 The Henny 咧，為大家介紹一個低座嘅特色單位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就去睇睇。咁一入到嚟呢一邊咧，就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設計啦。咁啊，配備咗咧一系列嘅 Miele 廚具㗎。而客飯廳呢個位置咧都非常方方正正㗎，咁啊再配合埋呢個暗燈槽啦，令到咧個樓底咧更加突出。而浴室咧都用咗一個酒店式嘅設計，咁配備埋浴室寶。咁呢個單位咧最特別之處咧，就係外連一個97尺咧嘅平台㗎，咁啊多一個自己嘅私人空間。咁而呢度咧都配備咗水龍頭啦，同埋咧亦都有插蘇㗎。咁如果對單位有興趣嘅話，都可以聯絡我 Ling Lam。下次見，拜拜。